国内体动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中华职棒统一赛42回投手潘威伦，昨昏是以最后一摆来比赛，在台北大巨蛋28000多位球迷的见证之下，有真好的表现。也那咱的总统赖清德也是统一赛的球迷，伊是用录影片的方式来感谢潘威伦的付出。其实我真的不想隐退。 统一赛投手嘟嘟潘威伦，昨是以个人最后一战，主导6.2局6-4分退场，算是优质先发。真可惜打球无发挥，无法度摕到150胜，有留留失望。我的150胜投只是一个目标，一个可以让大家继续努力的目标。 台北大巨蛋28000多位球迷扑下声，感谢潘威伦对这棒的贡献。22个球季300多场比赛，2000多局到300多球，2007甲2008之间创看过21连胜正罕的纪录。2008年投出中职史上第一场无4输球加无安打比赛，大港雄心加统一赛拢换18号球衫致敬。最后感谢仪式，几多位重量级的球员来给祝福。 我们常常在幕后面帮国家守住了胜利，尤其每次只要跟荷兰队比赛的时候，看到先发投手是潘威伦，我们就有8成的胜率。除了战友的祝福，捌带过潘威伦出国比赛，国家队8位总教练也拢来到现场。因那神秘来宾是总统赖清德。 伊是资深的统一赛球迷，特别录影片祝福潘威伦。身为护国神都，从14、15岁开始，就代表国家征战大大小小的国际赛事，让台湾名扬世界。最后我要说，我会在总统府迎接你和统一师的到来，等你哦。第一遍伫台北大巨蛋先发，也是个人最后一战，带予球迷超越思念的感动。 潘威伦坐车赛场时阵，会照向全场致意，也点点小可切目屎。伊希望所有后辈会能带着18号永远无放弃的精神，继续的奋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